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人生的扣子啊，一开始就要扣好。年轻人在学校这一步很重要啊，现在还是心无旁骛，学得文武艺啊，报得我们13亿人民。立志做大事啊，不要立志做大官。做大官呢，本身就是为了做大事，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希望你们现在就是扎扎实实学习，但是心中也要怀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你们这个年纪正当其时，你们一定会不负时代的重托。祝你们成功！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希望大家牢记党的教诲，立志民族复兴，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争取跑出你们这一代人的最好成绩。大家收睇5·4青年節精英論壇，新時代嘅中國青年，祝大家5·4青年節快樂啊！我係香港青英會副師傅李詠如 Peony， 係今日嘅主持。我哋今日咧好榮幸邀請咗各界最優秀嘅青年領導同我哋分享，佢哋係全國青聯常委、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職業發展促進會創會主席廖伊曼 Hello，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理事林力山 Leslie， Hello， 全國青年委員、香港閩西聯會會長陳坤 Penny， Hello， 港政協青年聯會常務副主席李曠賢 Jason， Hello， 中國青年志願者協會理事、河南省青聯常委、網絡紅人工作者協會主席高松傑 Jackie。Hello， 大家好。咁咧，今日好開心可以喺呢個咁特別嘅日子同大家探討下中國香港青年嘅發展啦。咁其實咧，5·4運動係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巴黎和會中，中國作為戰勝國咧，唔單止唔能夠收翻德國喺山東嘅主權，而其他國家咧更加決定將山東嘅權益轉讓俾日本。呢一個屈辱咧，令到一班中國青年覺醒，發起一系列嘅全國遊行示威，同埋一系列嘅愛國運動。咁既然愛國係5·4運動嘅核心精神，請問各位，你哋覺得香港點樣進一步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呢？你問我先。好，講先係，多謝蔡主持人啊。咁其實我覺得愛國主義教育咧，其實係好緊要嘅，因為其實每個國家同埋每個人民，其實佢肯定都係中意，即係一定要係愛自己國家噶嘛。咁只不過每一個國家佢個愛國主義係唔用唔同嘅形式、唔同嘅方去表現嘅啫。咁所以我覺得作為香港人，肯定係要愛國嘅。咁所以我覺得推行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咧，其實係好合理同埋好應該嘅。所以我哋係好支持呢樣嘢嘅。係，唔該晒。冇錯。即係我都講兩句啦。咁愛國嘅教育係好重要嘅。咁咧喺譬如我做房地產方面嘅工作啦。咁一個愛國教育咧，有個方向性嘅思想咧，喺我哋啲學生度咧，到第日出嚟做嘢嘅話咧，譬如你睇下想當年發展深圳啦，可以咁快可以喺20年、10年、20年已經有好多好犀利嘅建築出嚟，都係源自因為愛國教育，佢可以向住呢個方向去做，所以我覺得愛國教育係重要嘅。我覺得愛國咧，其實就唔係一個口號嘅，好多時候我哋係要付諸自己嘅一啲實行落嚟。咁可能大家都有唔同嘅職業啦，咁可能喺唔同嘅範疇入邊工作啦。咁點如何落實到去真係愛國咧？我俾一啲可能 example 啦。咁其實我哋香港好多後生仔中意睇 Marvel 嗰啲，
美國隊長啊、Iron Man 啊，其實好多時候呢啲咁嘅電影裏邊咧，其實佢都牽咗啲外國元素喺度嘅，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好多美國人睇完呢啲電影之後，佢哋內心當中就感受到啊，It's good to be American，即係我哋作為美國人真係好犀利啊，拯救世界啊！其實喺文化事業裏邊，其實拍電影，香港嘅電影有冇可能做翻類似咁嘅嘢咧？有時外國唔一定要話你同啲小朋友一定講，哇！你一定要愛中國啊，一定要擁抱祖國啊，一個軟性嘅一啲去潛移化嘅一啲思維上嘅一啲教育，其實係好重要嘅呢樣嘢係。咁我覺得呢啲嘢其實都由細做起啦。咁由我哋小朋友啊、小學啊、幼稚園啦，甚至乎起碼要識唱國歌啦。適應我哋嘅國旗啦，呢啲都好重要嘅嘢。我諗到有個角色咧，好啱坤哥做，就係中國隊長。我哋中國隊操出嚟嘅，唔係求其打支針。都同意嘅。咁當然啦，你話外國呢啲咁嘅教育咧，即係喺傳統式啦，學校同社會嘅教育當然好重要啦。咁但係我都覺得即係軟性上咧，即係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即係好似喺我哋生活上啊，啱啱阿坤哥都提過文化上啊，咁甚至參與到咧呢啲唔同咁樣嘅 daily life 會發生到嘅嘢咧，其實都可以幫到班青少年去有呢個愛國嘅觀念。冇錯冇錯，係特別同意啊！嗱，我好想強調啦，5·4運動咧係源於咧一啲中國青年嘅醒覺。咁另外啦，大家有個日子一定要我想去強調嘅，1921年7月有13位年僅28歲嘅青年代表就參加咗第一次咧中國共產黨嘅一個全國代表大會啦。咁喺呢個時候就宣布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啊！咁喺以至到影響到啱啱上年即係我哋叫黨100週年嘅大會啦，令到我哋中國由以前好貧窮，俾人哋欺負，去到今時今日成為全球第2大嘅經濟體系，裏邊就係一班青年人去牽頭去帶起一個運動，去令到我哋人民生活有一個咁好嘅美好嘅前景啦。咁我覺得咧，即係話作為新時代青年，我哋係有責任地要去將呢股嘅精神去培育俾我哋嘅下一代。可以見到喺疫情底下走在最前線嘅，亦都係我哋中國嘅青年，係啦。咁啱啱完咗冬奧冬奧啦，咁亦都見到隨處都有我哋青年嘅志願者身影，可以見到佢哋好愛國，唔收錢都做，因為佢哋非常之愛國，佢哋認為幫國家去完成呢個任務係一個光榮，所以我覺得我哋香港係有必要地去推行嘅呢個愛國教育呢樣嘢，係同埋要將呢個精神繼續傳承落去。咁其實上年3月啦，全國人大常委佢哋通過咗新修訂嘅香港基本法，完善咗香港選舉制度，全面落實咗愛國者治港嘅原則。請問你哋各位咧，認為呢一個改變對於香港青年未來發展帶嚟咗啲咩意義咧？好嗱，不如等我先啦。嗱，好明顯地咧，就係話我哋祖國係真係咧維係一個一國兩制嘅開創者同埋維護者。每一個制度我相信咧都會有不完善完美嘅地方，但係我哋係點樣作為一個負責任者，點樣去不斷地完善，去將佢改正，去推得更順。咁喺今次完善選舉制度嗰個基礎底下，我哋可以見到過往一啲嘅攬炒派嘅人士，佢的而且確係利用一個漏洞，諗住去奪權，諗住去搗亂嘅議會。但係我哋國家見到中央見到呢個漏洞，去即時作出修補。喺選委啦、立法會啦，都剛剛完成咗。我哋見到咧的而且確選咗嗰班係非常之優秀，同埋啦。而且確喺立法會層面嗰個議會效率提升，大大提升咗好多。嚟緊係特首選舉啦，咁我哋亦都見到嗰個我哋嘅參選人亦都係有質素，同埋咧即係以結果為目標，希望咧就係讓到香港市民去享受一啲咧我哋叫香港發展，甚至乎祖國嘅發展所帶嚟嘅成果。咁我哋在座4位全部都係選委，不如佢哋分享下，係啦。講下啦，其實咧，我覺得係一國兩制，我哋一定係要用嘅。首先呢樣嘢，我覺得係
因為同埋愛國者治港，因為我哋大家都生喺香港啦，同埋香港係我哋個家啦，咁我哋一定係要咧有一啲即係我哋講係有能力嘅人，佢係本身愛香港同埋愛國嘅人去治理香港咧，咁我哋香港先會越嚟越好嘅。所以我覺得一定係呢個係好啱，好一定要支持呢種即係講話愛國者治港同埋一國兩制咯。我覺得係。咁我對於愛國者治港呢個體會咧，其實咧係唔單止話愛國者治港呢個字咧，又唔係話高高在上去到特首或者立法會去咁高層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港係唔同層次，由低中高都會有牽涉到愛國者治港呢樣嘢嘅。青年人譬如啱出嚟做嘢，可能去嗰間公司裏邊有一條 team，下邊有兩三個幫佢手，佢已經係治緊港，佢係用愛國嘅諗法去做，慢慢升上去，或者去到一啲會去做委員會，去嚟多人管理。喺嗰個位，佢就會都要實現呢個愛國者治港嘅理念落去。咁一級級，其實我覺得咧，所以而家青年人咧，其實喺每一個唔同嘅崗位層面都要係愛國者治港啦。啱啊！其實因為我哋其實每個人都係香港嘅持份者啦，即係我咧時話齋啦，我哋喺唔同嘅崗位上面嘅大家唔同嘅職責。係咁香港其實係要發展。其實你見到咁多即係過去嗰10年8年，香港其實喺議會上面好亂，喺香港嘅發展上面好似停滯不前咁樣樣。咁其實真係不進則退。你見到過去嗰10年我哋嘅祖國，我哋中國嗰邊，其實你唔好講遠啦，深圳啦，過去嗰10年20年，其實嘅變化有幾大咧？可能20年前我哋香港人去到深圳嗰陣，覺得哇，我哋個差距就好遠。冇我阿 Les 做建築都話啦，咁多建築幾時起？突然間係呢10年8年就突然間幾日出嚟啦。咁你過去呢幾年真係個差距越嚟越少嗰陣時，係咪大家發覺其實係我哋反而係冇發展咧？我哋香港嘅優勢係在於我哋可能有完善嘅制度啊，法律上嘅一個比較完善嘅法律啊。咁但係大家如果淨係不斷食老本，唔諗住喺呢個比較有優勢嘅地方再上一個層次嘅話咧，其實就反而好快俾人超過咗咯。我所以希望各位後生嘅年輕人啦，都真係要意識到呢樣嘢。咁點樣去裝備自己，將自己 get ready 去融入國家嘅發展大會。非常諗緊，你想講，我想講你。即係其實好簡單啦，即係講到尾，其實香港咧，我覺得係一個點樣咁多年啦，以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啦，亦係一個中國對外嘅一個窗口嚟。咁其實香港咁多年咧，可能因為歷史上嘅現象啦，就變咗可能香港好多香港年輕人啊，或者甚至香港人咧係冇咗呢個身份嘅認同。即係尤其是係呢2年，即係事件過咗，好多人會覺得喂，我到底係一個中國人定係一個香港人咧？係咪？即係some people are confused about 呢樣嘢。但係我覺得其實唔使諗咁多嘢，其實兩樣嘢係可以共存嘅，即係又係可以中國人，又係可以香港人。中國一個咁大嘅一個國家，其實每一個省每一個市有少少唔一樣，我覺得反而係一件好事嘅。但係大家真係要諗一諗點樣我哋可以將兩個唔同嘅兩個身份擺埋一齊，去幫自己又好，幫香港又好，幫國家又好，做得更好咧。我覺得呢樣嘢係大家要真係去諗一諗。的確係香港，你睇翻歷史，其實香港嘅發展係源自於內地佢對外嘅開放，因為其實全世界人都想進入內地呢個 market，中國呢個 market， 然後香港就啱啱好一個天時地利，一個好 prime 嘅 location，可以吸收到呢啲外資，然後再帶入中國。所以我哋作為香港人係真係要認識自己嘅優勢喺邊，然後去加以自我發展，去到利用呢樣嘢。咁其實我哋距離5·4運動啦，已經超過100年啦。多得呢一代又一代青年嘅努力，迎接呢100年嚟中華民族咧又站起嚟、富起嚟、強起嚟。我哋中國咧再唔係當年嗰個任人宰割嘅國家，我哋有咗志氣、骨氣同底氣。今日我哋香港
嘅青年人咧，應該點樣去到把握國家發展機遇，去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咧？大家係啊。好啊，好唔該。咁其實就肯定，我覺得係粵港澳大灣區先啦。係因為我哋係好似我哋自己咁10幾年就一直喺香港同埋廣東省之間，即係差唔多就每日即係來回嘅喎。咁我就發覺其實粵港澳大灣區係好多成個粵港澳大灣區，即係包括埋香港啦，係好多機會俾我哋啲青年人，尤其是咧國家定位粵港澳大灣區係世界嘅科創中心，同埋香港都亦都係想打造為一個科創嘅城市。即係亦都話用1300億去發展個科創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度係好多機會咧，俾我哋嘅青年人，即係其實佢得閒佢就翻去睇睇啊，內地睇睇，亦都可以揾好多唔同嘅 networking 啊、connection 啊，咁亦都事實上咧，依家無論係香港或者係講緊廣東省，都係好多唔同嘅平台或者機構咧，係為我哋咧啲香港青年人係即係鋪橋搭路嘅。咁亦都咧，其實因為依家咧，大家都知數字經濟嘅發展啦，其實好多行業或者企業佢都係轉型升級。其實我亦都 suggest 咧，我哋啲青年人咧，可以喺佢嘅 skill set，即係我哋講係喺職業教育嗰方面咧，可以更加去即係 retrain 佢嘅 skill set 啊，可以更加令到佢可以符合到呢個社會時代嘅發展咯。所以我覺得係機會係好多，所以我係建議即係希望即係話疫情啦，又盡快過啦，亦都可以盡快封關啦。咁我哋嘅青年人咧就多啲翻外地睇下，同埋咧，我覺得因為香港嘅青年人咧係好國際化，亦都好 creative。我覺得咧亦都可以將咧即係香港作為一個嘅，即係可能我哋之前不嬲都講嘅 street connector，亦都可以把內地一啲好嘅嘢，或者佢喺內地可能創業做啲好嘅嘢，經過香港嘅 platform 咧係走出去。即係我覺得海外即係講喺一帶一路啊，或者可能其他國家啊，咁我覺得係好有呢個機會。係啊，好，係唔該。咁我再補充啦，咁跟頭先講咗14、5規劃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呢啲國家嘅大局啦。咁香港其實人咧，青年人啦係好有優勢，因為佢係佢教育上嚟嗰陣時咧係與世界接軌啦。服務業嘅標準完全根據呢個國際上嘅標準去做啦，咁完全係可以幫助到國家去發展融入嗰個大局。咁咧一方面幫助咗到國家去融入嗰個大局，另外就幫助到自己有發展機遇啦。因為香港已經係一個非常發展，即係已經發展晒成熟嘅城市啦。但係內地仲有好多地方咧係需要更多好似香港咁發展咁成熟嘅城市嘅。咁香港呢個服務如果帶到入國家嘅發展大局裏邊咧，係相當唔錯啦，係。係啊，其實我都成日都會希望身邊嘅後生仔啊，去多出去睇睇。咁出去睇睇嗰陣時，當然包括我哋內地各個城市啦、各個省份啦。咁啊，我都唔介意佢哋話，我中意去歐美啊，去其他地方睇啊，我覺得都冇問題嘅呢樣嘢，因為始終年青人係要擴闊自己嘅視野、眼界。咁啊點解話成日我哋強調話翻內地翻嚟？因為內地咁多省份，其實每個省份都有唔同嘅特質、唔同嘅嘢喺度。咁你講翻我好似可能我自己鄉下啦，福建龍岩，可能大家唔知龍岩原來出咗幾個名人㗎喎，係咩美團啊，而家嗰個黃興啊，幾個而家 TikTok 啊，有啲幾個香人啊，其實全部都係我鄉下嗰度嘅。我都勁啊！我都唔識。所以其實喺突然間，原來喺福建龍岩呢個地方，原來喺互聯網嘅一個領域裏邊，佢係好多唔同嘅一啲我哋叫大佬級嘅人喺度啦。咁如果你真係唔多啲行去內地睇下嘅話，咁你點會知道咧？其實落翻內地，其實有時都唔係一定話要趕你出去香港嘅。香港係屬於大家嘅。都係屬於你嘅，係屬於我嘅。咁但係你出去睇多咗嘢之後，其實你可以翻嚟香港，將你想做嘅嘢，將個 scale 放得更加大。你仍然係可以住喺香港，但係你 focus 嘅 market 唔係香港呢700幾萬人，係咪可以將個嘢擴闊到成個中國咧？甚至乎你唔好一下子唔好話成個中國啦，可能淨係話我哋華南地區幾個省份其實就已經好大個 market 啦。咁但係呢樣嘢亦都係大家要真係行入去，可能用你嘅暑假1個月2個月時間啊，喺嗰邊地方住落嚟睇一睇，了解當地嘅人民佢習慣各方面嘅嘢，你先至可以去
去進一步去做融入咗更加好咯。因為我想補充少少，即係我覺得真係要入去睇，去內地睇下啦。因為咧，可能你10年前、10幾年前去過一次咧，見到一啲你唔係咁開心見到嘅嘢，但係其實咧，個社會會進步得好快。譬如以前你覺得佢唔排隊，而家佢排隊排得好過香港，當然咧要去睇咯。真係五光十色。係啦，係啊，係即係呢度都想補充一時，即係我都係10幾年前上去各地度做嘢啦，係啦。咁其實以前見幾個我啲客戶咧，我都要花大概即係成個出，你大概係要花1個禮拜時間度。咁但係有好多時間係擺咗落去交通嗰方面。但係而家咧上到去咧，其實2-3日搞掂，因為有咗高鐵呢樣嘢。高鐵係慳咗好多 travelling 嘅時間。咁其實呢啲都可以見到呢10年裏邊，國內個發展係好迅速咯。冇錯。即係呢啲嘢全部發展嚟係真係想方便大家，係啦，想將大家個生活提高，係啦。咁呢啲嘢真係我覺得年輕人真係要上去睇一睇咯，先至可以感受到而家個發展有幾快。即係要夠膽行出去，係啦，夠膽行出去，將個視野擺闊啲，個觀點擺闊啲，唔好淨係將每一樣嘢都諗到喺香港裏邊去發生。其實真係呢樣嘢係會幫佢哋有一個好大嘅得益咯，同埋幫助。係啊，我自己分享少少啊，因為我自己就自從入咗中國志願者協會之後咧，咁我就發現咗咧，原來我哋喺內地嗰個志願者嗰個服務咧，真係比我哋香港咧走喺好前嘅。咁同埋第一動員力啦，第二無私奉獻啦，第三講個秘密俾你大家聽，喺疫情底下咧，原來我哋好多香港嘅青年咧都有喺內地擔任志願者嘅，例如北京冬奧，另外就係喺深圳啊、廣州啊、佢哋都擔任志願者。嗱，近啲我哋叫袁詠儀、袁靚靚，亦都有幫手去做一啲抗疫工作。大家唔使去諗得太大創業乜乜乜。大家可能做一啲嘅體驗，譬如志願者嘅體驗，我覺得亦都能夠讓到大家眼界大開。嗱，好似我哋精英會咁啦，我哋有每一年咧都有好多咧呢啲咁嘅交流活動，可以讓到咧年青人可以參與嘅。另外，我哋亦都有一個咧學界精英咧，亦都係吸納一啲咧，我哋嘅精英會亦都係會俾好多個機會，俾一啲年青人咧翻到內地去睇走走，同埋咧就係感受下嗰個創業就業嗰個機會嘅。同埋特區政府喺呢1-2年啦，我見出咗一個大灣區嗰個就業嗰個資助計劃，咁資助埋俾公司，俾大家即係翻到去內地去工作。大家記住揾香港嘅錢喺內地使，哇！真係大爺咁係啊，所以即係不乏機會嘅。問題上係大家肯跳出個框框跟住去嘗試，係啦咁樣咯。Jackie 哥真係好，幫大家 plan 好晒。咁我哋而家其實咧，我哋今年嘅4月21號咧，國務院新聞辦咧第一次就青年群體咧發佈咗一個白皮書嘅，入邊就講到咧新時代中國青年生逢盛世，並擁有更加高質嘅發展條件啦，有更多機會同保障，就期待中國青年不斷自我提升，為國家發展進步拼搏向上，奮鬥進取，為建設更繁榮美好嘅世界作出積極嘅貢獻。咁大家可能每一個嘉賓可能講一句，我哋香港嘅青年點樣可以去到參與其中咧？可能我覺得其實呢個係好嘢嚟㗎。基本上咧，其實呢個年代嘅青年咧，真係趕住呢個好快嘅列車喎。係咁，所以我覺得咧，佢一定要趕住呢個快嘅列車，跟住國家一齊上咯。我覺得係。係啦，我諗係唔同嘅專業咧都有青年啦。咁將來你就係你嘅專業嘅主人公咧，所以你一定要跟住國家發展去進步，同埋找住呢個機遇咯。最緊要都係裝備到自己啦，因為一個好老土嘅一句說話就係話啲機會永遠都留俾一啲準備好嘅人。咁所以就話咁我哋國家嘅發展其實唔等人。咁我哋作為青年人啦，一定要裝備好自己，咁將來有個 opportunity 可能就係你。同埋我覺得呢啲政策上係 once in a lifetime thing 咯，即係好似咧大家咁講，即係要把握好呢個機會，同埋
好老實講，我冇聽見過全世界有咩政府係真係有咁好嘅政策係淨係專注俾青年人咯。係啦，咁呢個都可以睇得出中央對青年嘅發展有幾睇得重。係我特別想推介咧呢本新時代中國青年嘅白皮書，因為咧係第一本我哋中國去發表嘅一本白皮書嘅倡議，除咗係顯示我哋中國青年嘅擔當擔大之外，同埋貢獻之外，亦都係有一個倡議，就係咧俾全世界嘅青年人促進和平、經濟發展、創新等等唔同領域嘅倡議啦。咁我身為中國香港嘅青年人，大家都係一份子，所以咧呢本白皮書我哋非常之自豪嘅。你話我哋點樣可以參與其中？喂，跟住國家走啊！即係有啲咩政策，我哋積極去嘗試。咁啊，譬如精會搞活動啊，即係我哋積極去參與。咁當參與途中，我哋亦都有好多唔同機會領域俾大家，譬如係創業基金啊，就業培訓啊。咁大家只要去用心去參與嘅話咧，我相信國家唔會點我哋啊，我哋精會更加唔會點你哋，係啦，好啊。咁我哋幕後嘅各位青年咧，一定要繼續努力，把握好呢個機會啊！咁喺呢度咧，再祝大家5·4青年節快樂，拜拜。同学们，冲过去！歡迎大家，我哋今日第二 part 啦，就係5·4青年論壇嘅精英論壇。我係今日嘅主持李文傑啦，亦都係教育研究會嘅秘書長，係啦，亦都係黑龍江省青聯嘅。咁我身邊咧，我首先介紹我哋出今日嘅分享嘅青年嘅領袖啦。首先就係阿陳海榮啊，陳海榮啊，係啦，係我哋嘅香港青年會嘅會員事務部嘅副主任啦，亦都係香港青年會主席，亦都係民建聯東區支部嘅委員。咁我身邊再隔離嘅阿黃依林係我哋嘅青英會嘅教育研究會嘅師傅，珠海市嘅青聯委員，係啦。之後咧，再隔離咧就係我哋嘅吳正儀啊，
係啦，我哋嘅內地事務部嘅秘書長，亦都係我哋嘅香港廣西專業協會嘅秘書長。仲有最後咧就係阿吳家俊，係啦，佢要望一望鏡頭嘅，係啦。其實我哋呢一 part 係比較輕鬆啲嘅。咁啊，阿吳家俊都係我哋青年會會員咧，亦都係青年聯會會嘅會董，係啦。咁啊，我哋嘅今日咧，其實就係最主要，因為我哋係5·4青年節啦，咁我哋都想訪問我哋一班嘅而家新時代嘅青年。咁啊，我哋對於我哋嘅香港啊，對於我哋5·4呢個帶我哋嘅時候嘅時候，我哋香港嘅青年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樣都講翻少少啦。其實5·4咧精神咧，大家以往都知道啦。其實最主要有幾個因素啦。第一係愛國啦、進步啦、民主啦，同埋科學嘅。咁咧，我哋其實咧就係最主要係因為以前嘅5·4嘅活動嘅時候，我哋都係因為愛國即係講緊愛國啦、侵華嘅時候啦，我哋係我哋嘅國內啊、本土啊同埋香港咧嘅時候，我哋因為我哋一班青年要想去抵制，所以我哋咧就發行咗一啲嘅5·4嘅活動，係啦。直至咧去到經歷咗咁多年啦，咁咧而家我哋嘅香港咧，咁我哋而家有個新嘅時代啦，我哋尤其是我哋中國嘅政府啦。我哋都已經都發展咗好多嘅科技啊、民主改革啊，各方面都有嘅。咁我哋咧都想問一問，哇！大家點樣去睇一睇？尤其是我哋愛國我哋嘅核心嘅5·4嘅精神。咁大家覺得我哋嘅國民教育點樣去做咧？或者點樣維持一個係愛國嘅動作？去點樣去做咧？青年嘅話，係啦。首先問一下海雲嘅，好啊。我覺得頭先阿 Andrew 都解釋得好好，因為5·4青年節其實對我哋國家或者對我哋每一位青年嚟講係好重要嘅節日嘅。喺歷史上咧，其實當年一班我哋嘅前輩啦、senior 啦，佢企出嚟去做呢個5·4運動嘅時候，其實希望將啲新嘅思維、新嘅想法帶入俾我哋國家，令到我哋國家咧喺改革啦、喺前進嘅步路上咧，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所以呢個精神去今時今日 apply 落我哋香港咧，其實係好合適嘅，因為大家都感覺到香港嘅嚟緊，即將會花開新嘅一篇啦，行入一個新嘅，無論係講緊新一屆特區政府即將接任啦。又或者嚟緊香港嘅角色定位，其實都有好多嘅唔同，包括大灣區發展啊，好多國家嘅發展機遇，香港都會有重要角色。所以我覺得新呢個字咧，唔單止係對嗰陣時嘅前輩，對香港呢一輩嘅年輕人嚟講，都係一個 key words，一個關鍵字嘅。大家都要適應去呢個世界好急速嘅變化啦，無論喺科技發展上。而家我成日講 FinTech 啊，唔同嘅創科領域啊，學生應該多啲嘅精力時間投放喺呢啲地方，然後把握好嘅國家發展嘅機遇，捉緊呢個機會咧。我覺得好似我哋之前青年白皮書出咗嚟之後，都係講緊其實年輕人唔單止要胸懷我哋自己國家唔同嘅城市，要胸懷呢個世界，將我哋好嘅東西、懷好嘅文化帶俾全世界，係我哋青年人呢一輩最重要嘅事情。咁不如我哋都問下 Nancy 咧。好啊。既然啱啱阿 Andrew 咧，佢都介紹咗呢個5·4運動嘅起源啦，咁我就唔多講啦。咁咧，其實政府即係如果係話重點係推動呢個愛國教育主義啊，其實香港咧最近幾年啦，政府同埋社會各界都好關注呢件事嘅。即係自如我上年啦10月嘅時候咧，就參加咗一個政府舉辦嘅時代精神耀香港之大國現造主題展覽。其實我哋咧即係喺香港，其實可能就近幾年冇去到內地啦。以前咧，其實我哋香港人好，即係如果唔係喺內地打工啊，或者係創業啊，有公司啊，其實我哋係好少過去嘅。咁佢哋咧就有一個好守舊嘅一個諗法，就係其實內地應該係好即係好舊啊，好殘舊。當我睇咗嗰個展覽之後咧，我就覺得咧，完全係即係其實係可以比起英國或者係美國呢啲咁大城市嘅，其實都係差唔多。因為咧睇咗個展覽之後啦，其實中國咧係有好多好著名嘅地標，其實佢係充分展現到呢個近代中國重要嘅建築基建同埋呢個建築技術上嘅突飛猛進嘅。所以我覺得其實特區政府最近嚟咧都同好多社會各界都關注呢件事嘅。咁其實呢個都已經係一個共同推動呢個愛國教育嘅元素。咁另外啦，我就建議咧，其實民政事務處咧，其實都可以同一啲地區組織啦，加強啲合作，再繼續加強啲合作，舉辦一啲認識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同埋國情，放喺呢個教育工作嘅重點之一，係啦。好啊。咁啊，Debbie 我覺得阿 Nancy 頭先都講得好好啦，即係我自己覺得愛國本身咧唔係一種情感嚟嘅，佢係一種 bonding 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即係香港嘅青年啊，可以更加了解
即係國家一啲好正面嘅信息啊，或者佢哋歷史啊，咁會再加強佢自己個認同感咯。即係作為一個中國人，咁可以點樣喺呢個而家即係地緣政治都比較有風險啦，跟住而家金融啊，又或者各樣嘢咧，其實都有一個轉變嘅。咁香港嘅地位啊，或者係佢嘅角色咧，可能都需要即係可能切合中國嘅一啲方向啦，發展嘅方向咧，咁然後去作出一啲調整。咁我覺得而家係一個機遇嚟嘅，即係有危就一定會有機嘅。咁所以我就覺得香港嘅青年可以再更加同內地兩地嘅一個交流啦，然後咧就團結起嚟。咁我哋可以再做更加多啲，譬如新嘅發展啊、新經濟啊，或者其他嘅一啲發展咁樣咯。OK，咁啊，嘉順，哇，係啦，可以覺得呢個係地發展嘅，放心。係哇，頭先大家都講咗即係比較上應該點做啦，未來可能點樣政策上啦。咁其實我係想分享少少我自己點樣會突然間變咗愛國嘅。即係其實大家即係我啲你哋都知道嘅。我一直以嚟都係外國讀書嘅，我都係嗰啲我係海歸啊。其實咧對中國歷史係冇乜認識嘅。咁咧其實但係我覺得自己身為一個中國人，我冇可能唔識過。OK， 因為嗰陣時小學冇教嘅，我哋冇國民教育，亦都嗰陣時常識亦都教得好少嘅。即係對中國歷史，例如好似文化大革命啊嗰啲教得好少，比較上係唔識嘅。所以我嗰陣時係自己去了解多啲啦，咁樣跟住又發現喂，其實唔係我哋咁諗嘅喎，即係唔係嗰陣時可能話未，即係嗰陣好耐以前，即係啲老師教導係咁講嘅喎。我發覺喂，其實中國而家咁強大係有佢嘅原因嘅。咁咧我係了解多啲咧，咁我有幸咧就參加咗一個過程班，咁又去井岡山嗰度睇下咁啊中國嘅共產黨嘅革命嘅發源地啦。咁了解更加多之後咧，就發覺其實嗰陣時佢哋咁做係有原因嘅。咁培養咗我哋愛國嘅心。所以我覺得其實而家香港最緊要係乜嘢咧？首先你推國民教育，但係首先你一定要教好啲老師先，即係講到明話，其實如果啲老師自己都唔識嘅時候，咁你點樣教啲學生中國歷史啊？亦都如果佢哋好似早期反條例啦，啲黑暴啦，其實我哋大家都知道，其實好多都係啲學生啊、啲老師出嚟嘅。咁如果為人師表，教到啲學生教乖佢哋嘅，咁點樣可以培養啲學生做有個愛國心咧？我覺得第一呢個好緊要嘅。我哋首先一定要培養啲老師先，跟住又培養啲青年。而第三當然啦，我哋亦都要俾多啲機會俾啲年輕人、青年人翻內地交流。好似我之前參加咗呢個過程班去長江山，咁其實內地即係頭先 Lance 都有講嘅，哇，同10年、20年前唔同嘅，而家係發展得好快。咁可能亦都有講話，其實金融科技咧亦都係重中之重嚟嘅。OK， 大灣區發展、前海發展，亦都係非常之快嘅。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係晒呢樣嘢咧，我覺得可以令到更加多年青人了解到而家內地嘅發展啦，同埋個機遇。都係嘅，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嘅啦，香港係之前係一個殖民地啦，咁其實而家都回歸咗都20幾年啦。咁之前咧，即係國民教育嗰方面其實一直咧喺殖民地嘅時代，其實都好少嘅。我哋以往都係收嗰啲嘅資訊啊，都係自己係睇一啲嘅歷史書啊，去聽一啲嘅前輩啊講落嚟啊，或者身邊嘅可能已經係呢啲嘅有研究嘅學者去做呢啲分享嘅。但係你話去到我哋呢一代嘅青年人啦，講真嗰句，其實真係除非佢哋真係想喺內地去發展，你先要接觸得多啲嘅。但係我哋如果新一代，其實我哋真係要從教育嗰邊去出手啦。咁希望咧，都我哋嘅學校啊、家長啊嗰啲都一齊去合力咧，一齊去做呢啲嘅培育下一代嘅愛國主義嘅。咁另外第二題啊，大家點樣去睇而家我哋嗰個愛國者治港？咁咧，有呢個實施咗之後啊，咁對香港有咩好處咧？係嘛？我覺得毋庸置疑地咧，愛國者治港已經係喺香港好順利已經展開咗落實緊咁樣。咁有好多好似例如我哋自己本身，我自己都係一位青年嘅從政者啦。我哋好願意為國家、為香港擔多啲責任時，我哋跳出嚟咧，就能夠希望可以承擔到一啲，無論係推進香港發展啊，或者係同國家融合啊等等嘅一啲工作上咧，我可以付出更加多。咁但係我覺得有一樣嘢咧，我哋嘅市民絕對唔能夠忘記咧，就係每一個城市嘅發展，佢嘅政策推出嚟咧，或者成個方向，例如我哋國家每5年就有個計劃方向出嚟嘅時候咧，
個方向一定要係啱，而且正確，而且令到帶領我哋嘅市民過得更加幸福，呢個先係個啱嘅方向。點解一定要強調愛國者治港？就係以往當我哋唔強調呢樣嘢嘅時候，可能喺我哋管治者嘅聲音或者一啲方向當中咧，有啲部分其實未必係帶領香港行一個更好嘅方向，相反可能係相反違反嘅方向，甚至乎同國家相衝嘅地方，遺失咗方向。係啦，咁你幾努力，成個我哋嘅社會點樣大家一齊去奮鬥嘅時候，只要方向一錯咧，可能令個社會反而係向一個唔好嘅方向，反而事倍就功半。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好嘅一點就係，當我哋而家明確咗係愛國者治港，我哋嘅方向一定國家嘅步伐一致，而且我哋會把握好每一個國家發展嘅機遇嘅時候咧。一啲國家發展紅利，我成日講經濟紅利，咁多年國家嘅前進咁快嘅時候咧，經濟紅利能夠令我香港市民都受惠得到，令到我哋嘅發展能夠步伐一致嘅時候咧，呢個先係對所有嘅市民最好嘅一個保障。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點咧係我哋理解愛國者治港嘅時候，點解我哋咁強烈嘅重要咧，就係呢個位咯。係明白。係咁咁其實即係點解愛國者落實愛國者治港呢個原則係好重要咧。其實以之前咧，即係過去喺24年前啦，唔係即係24年裏邊啦，其實係的確香港係忽略咗呢個愛國主義嘅。因為你睇到其實除咗係今年1月到而家啦，咁其實之前都係立法會亦都係即係反對派係亦都係呢個癱瘓議會啊咁樣。咁其實佢哋係令到好多好多香港嘅好切實可行嘅政策而延緩咗，亦都係白白浪費咗好多我哋嘅公帑啦。咁所以咧，其實推展呢個愛國者主義嘅教育咧，即係其實係真係要係從青少年成為呢個即係培養啦，同埋成為呢個有質素嘅新一代。咁我真係真心感受到咧，即係呢個落實呢個愛國者治港。係真係非常好嘅，因為之前咧，其實可能呢度在座咁多位咧，亦都會幫手一齊出嚟，可能發動一啲期街站啦，係啦，即係我哋係代表一啲社團組織啊。咁其實咧當時咧出嚟咧係好有危險嘅，係有危險嘅，大家都知道係啦。而家咧係直頭市面上咧係回復寧靜嘅，所以我覺得係呢個係我自己真係深深地感受到嘅事情。咁另外啦，第二，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其實愛國愛港係青年最基本嘅要求，香港青年最基本要求。咁其實就係應該係要為呢個廣大香港嘅青年施展呢個才華，提供廣闊嘅空間。係啊，我覺得咧，時頭都講咗一個概念好好，就係要同一個步伐啊，咁你令到即係大家嘅價值觀或者三觀啦，我哋講嘅，咁都要一致咧，咁其實先可以一齊做好多即係合作啊，或者係即係譬如好似香港人去內地工作，咁都要適應佢哋嘅文化或者佢哋嘅思考模式。咁我覺得即係愛國者治港其實係希望由教育開始去令到香港更加了解國家嘅一啲政策啦，或者國家嘅一啲歷史啊方向啊，咁從而咧咁我哋先可以即係凝聚到個力量去做。更加多嘅合作啊，或者交流咁樣。家俊咧，好嗱，愛國者治港咧，我當然支持啦。我覺得咧最緊要係咩？你除咗愛國之後，你都要識有能力治理香港。係。咁即係我哋縱觀翻幾年啦，其實係有瑕疵嘅。OK。咁其實可以做得更加好。咁希望當然啦，而家首先頭先嗰陣時有講啦。喂，而家愛國者治港，首先搞掂啲即係專搞事嗰班先啦。首先就唔會再有拉布啊呢啲情況發生啦。咁我相信係對香港係 very good 嘅。因為始終拉布你基本上嘥時間。我嗰陣時睇住立法會佢哋喺度講，睇住嗰班反對派係咪都拉布啊，又掟嘢啊，又搞事啊，乜都過唔到嘅時候咧，其實我身為一個普通市民咧，我就即係覺得咁我要立法會嚟做咩？你要政府做乜嘢啊？你哋乜都做唔到。咁而家咧就有啲就住個愛國者治港啦，咁呢啲問題就冇晒，一定冇晒啦。咁而家個問題咧就係一定要有能力啦。咁咩叫有能力咧？就係可以帶領到香港首先開呢個疫情問題先，經濟復甦好緊要啦呢個。第二點樣培養或者點樣俾多啲機會俾啲年青人。我覺得呢個好緊要。因為青年即係我哋在座咁多係青年，係香港嘅未來，係咪先？咁我覺得應該重點培養我哋咧。我覺得第三當然都要
可能老人家嗰啲啊，同埋一啲房屋政策嗰啲都要好到位啦。當然，因為房屋政策都係而家香港嘅其中一個最大問題。其實我覺得點解嗰陣時咁多年青人出嚟搞事咧？最主要係因為佢哋覺得香港冇未來啫。咁如果我哋中央支持我哋香港，俾多一個方向我哋，每5年一次嘅政綱咁樣，俾多個方向我哋香港人見到未來啦。即係啲年青人覺得話，其實買樓唔係一個冇可能嘅事咯。我哋都可以安居樂業喎。咁就唔會有人搞事啦。咁我覺得其實呢個係最緊要。咁都係嗰句有國自有家。OK，咁首先一定要治理好個國家先。咁我哋啲普通市民嘅先可以安居樂業。都有幾位啦，係咪啊？咁我都報咗少少啦。其實愛國者治港係必須嘅，因為其實每一個國家，我講緊係美國又好，英國又好，全部都係真係會中意自己個國家，更加要扶持佢嘅經濟啊、民生啊各方面嘅。咁我哋正我哋香港其實咧係我哋喺個修例事件裏面咧，大家都睇得到，其實過往嘅政府嘅架構係做得個步伐唔夠好。亦都因為我哋都未必係個心都係同一個方向，係啦。如果我哋正所謂我哋嘅愛國者嘅話，我哋其實就會為咗自己嘅國家啦，為咗香港啦，會更加做得更加快啲嘅。尤其是而家我哋嘅疫情期間啦，咁亦都好多工程啊各方面都拖冧咗，亦都睇到我哋個醫療體制亦都係拖冧咗。咁其實如果我哋即係日後一個新一屆嘅政府上任嘅時候啊，首先就係一定係我哋嘅愛國者上先啦，因為亦都想幫助我哋嘅醫療系統啊、人口老化各方面咧都係全部都係息息相關嘅。如果我哋搞掂咗我哋嘅經濟嘅話，基本上後面咧，尤其是頭先阿家俊講啦，房屋政策。而家其實新一屆嘅政府都諗住，都想我哋係特化去上有一啲嘅樓先啦。咁可能呢幾年係公屋嘅政策上面特化上有幾喎，大家咪可以儲錢啦，儲錢自己再跳出出去個市場度去買嘅自己嘅物業啦。咁其實我覺得真係呢個都係需要係我哋去新一代嘅青年人用一個愛國者嘅身份點樣去幫助我哋自己嘅香港咯。係啊，咁另外仲有一條問題啦。咁咧大家都睇過我白皮書啦，咁覺得新青年咧、新時代嘅青年啦，喺呢個嘅盛世裏面咧，因為其實我哋國家發展得好快噶嘛，咁我哋新嘅青年點樣去香港嘅青年點樣去借住自己嘅優勢喺內地去發展咧，或者要點去發展咧？係啦。呢一點咧，其實我感觸都好深嘅，因為我都有睇過呢個白皮書啦，同埋我頭先例如我喺頭先我一齊傾偈討論嘅時候都有講過下少少就係新呢個字咧，絕對對無論係內地嘅青年人，對香港青年嚟講，新個字一定喺度挑嘅成。咁我自己覺得喺以往咧，我好震撼。我想同各位觀眾分享一次，就係我睇一個內地青年人一個演講啦，即係佢一個好內地好成功嘅創業家。咁佢講咩咧？佢話當代青年人佢哋嘅 vision， 即係佢哋嘅視野係講緊作為一個中國人喺國際嘅舞台上，將我哋做得好嘅產品，我哋好嘅 idea，我哋好嘅文化。放喺國際舞台上令佢發光發熱，呢個係我普羅中國青年人佢哋嘅 vision 嘅。但係過去咁多年，我喺香港生活長大啦，我哋香港嘅後生仔，可能我哋嘅眼界，可能有時會講喺我哋本地，我哋要做一個公務員，或者我喺某間公司入間班，或者然後我哋慢慢升職咁樣。甚至乎你叫佢跳去其他城市，香港去內地唔同城市嘅發展，佢都好覺得大灣區諗諗先啦咁樣。我覺得喺香港已經好好，即係我覺得以往我哋香港嘅市民應該喺我角度嚟講，我哋嘅國際觀啦，我哋世界觀應該係最好噶嘛。即係我哋應該係有好強嘅包容心，我願意去唔同地方去嘗試競爭。但係近年咧，我覺得好似我哋嗰種膽怯嘅情緒多咗。相反，我見到內地好多嘅青年勇於跳出嚟。後走去國際，跟住以一個中國人嘅身份，將佢最好嘅東西表現俾人哋睇。咁我覺得喺接下來，好似呢個白皮書入邊所講，所有嘅青年人應該要有更加多嘅肩負更加多嘅責任，有更大嘅減息同埋見識，你嘅眼界都要放高少少。所以對全香港嘅青年，其實我都係咁睇嘅。第一步，如果你願意嘅話，你覺得自己夠叻嘅話，喺大灣區唔同時，你坐一檔一下。再進一步，你吸收到好嘅工作經驗，做出好嘅產品服務同埋想法之後。將啲咁好嘅我哋嘅文化帶去國際，俾其他人識到，令我哋中國人嘅形象、中國人嘅呢個喺全世界嘅一個，我哋對我哋睇法都有提升啦。我覺得呢個先係我哋最大呢個時代嘅青年嘅想法。咁所以我覺得希望將呢個觀點帶俾咁多位嘅觀眾啦。
好，阿 Lance，其實香港嘅青年咧，即係如果係話去呢個創業啦，其實就真係比內地係比較遜色啲嘅。但係其實政府咧係撥咗好多款項啦，去到俾呢啲非政府機構一啲組織啊，去舉辦呢啲創業嘅計劃嘅。例如啦，其實我哋上年嘅時候咧，咁亦都係提供咗呢個200個青年創業嘅團隊去提供呢個資助，超過4000個青年咧係提供到呢個創業支援嘅。其中我哋精英會咧，亦都係其中一個受惠嘅團體啦。咁我哋就係叫創業精英嘅。咁另外咧，咁最近即係疫情第5波疫情啦，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團隊咧，就係叫 iMedi。咁其實佢哋咧都係一個線上嘅義診服務啦。咁啊 Andrew 你自己應該都會好深深地感受到，因為係啦，因為你都用過佢哋嘅服務啊，亦都係好到位嘅，係啦，亦都係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醫療平台，係啦，醫療平台啦，創業支援啦，同埋呢個孵化嘅服務嘅，咁就可以咧就係令到佢哋喺我哋呢個大灣區重要嘅創業平台裏邊一支嘅呢個才華。咁另外第二啦，其實都想講下咧，嗰個點樣可以把握到呢個發展機遇，其實係好簡單嘅，就係咧點解我咁講咧，就係可以個青年交流，就係咧我哋即係其實政府亦都係有撥咗好多嘅資助啦，即係雖然呢幾年係去唔到啦，以前咧其實我基本上係大學由 Year 1去到 Year 4嘅。係啦。咁點解我會咁講咧？就係我有一次啦，第一次去北京嘅時候，就係我Year 1嘅時候。咁點解我嗰陣時會因為我冇去過嘅，從來都冇去過內地嘅，係可以咁樣講。係啊，咁我都係參加呢交流團，亦都係自己係擴闊咗好多視野啦。咁我第二次嘅時候咧，就去咗一個杭州啊。咁啊去到嗰個參觀咗嗰個阿里巴巴個商學院。係。咁佢咧。原來咧即係我一入到去啦，原來佢第一個學生嘅守則啊，就係要你每個人都要創業。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係真係一個好創新啦，同埋一個即係你意想不到嘅事，因為香港係絕對冇我冇遇過係咁樣咯。同埋另外咧，咁去到佢哋嗰個area 啦，即係佢哋嗰個商學院嘅時候咧，係用嗰啲電動車咯，自己周圍飛咁樣咯。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其實香港其實係有好多好多呢啲嘅視野啦，就可以令到你去參與，但係其實係即係個重點啦，係你有冇去把握到咯。係啦。其實我覺得香港咧，其實一直以嚟咧，即係 sell 嘅嘢都係人才同埋佢哋創意啦。咁所以即係你見金融界發展得咁好，即係其實係即係我哋有金融啦，有法律啦呢方面嘅人才。咁嚟緊14五規劃又希望香港做多啲，可能係醫療方面嘅研發啊。咁我哋可以 capture 可能大灣區其實講緊廣東省，可能係全球嚟講嘅 GDP 都係有排名嘅。咁一個咁大嘅經濟體，我哋又即係鄰近嘅一個城市，咁其實係可以即係人才方面啊，或者係一啲工作上啊，又或者係一啲 project 上嘅合作咧，其實都可以再深化一啲。咁我覺得嚟緊即係大灣區嘅呢個發展係會再帶動另一個香港嘅一個新嘅發展方向咁樣咯。家長點睇？嗱，基本上我要講嘅嘢你都講晒嘅。不過咧，其實咧，嗰陣時頭先都有講啦，我哋青英會都有搞一啲資助活動啦。咁其實小弟都有參加嘅，雖然落選咗，小弟係排第4，小弟嗰個計劃就排第4嘅。不過我覺得而家我都見到政府有搞好多呢啲資助活動，俾我哋呢啲真係想創業嘅年輕人嘅。咁其實都係 mix and match 嘅問題，因為以前咧我哋即係舊時嗰代，我哋就要可能要即係要跑去銀行貸款，或者去即係揾天使投資者。但係而家咧，佢哋就直接幫我哋整咗個平台出嚟，即係又揾一啲資金嚟發展下我哋嘅自己嘅夢想。咁我覺得好緊要嘅 ，grab the dream， 係咪先？一定係嘅。咁即係譬如幾年咧，即係多都係啲創業少年期嘅人去喺香港上市。嚟緊我會再見得更多嘅企業啊，咁會喺香港即係上市。我完全同意嘅。其實你諗下，基本上上市嗰啲大家都知係好勁嘅。咁扼殺咗好多啲中小企。
或者小弟嗰啲公司咁樣嘅，想籌集資金嘅就有啲困難。咁而家咧，我哋睇到政府其實係想推我哋啲可能話好似係創科嘅去前海，咁其實都分得好開，即係分到前海就係負責創科example 咁樣。咁我覺得係好事嘅。咁首先俾多啲機會俾啲香港年青人啦，而且亦都帶動咗全國嘅經濟體系，亦都引流多啲人才翻外地啦。咁咧，我當然就唔係希望所有香港人才翻外地，咁我香港咪好大鑊啦，係咪先？我哋要俾但係咧，即係而家有多啲機會俾啲年青人咧做佢哋想做嘅嘢，去發展佢哋夢想咧。我覺得呢一個政策係非常之好。但係我亦都希望政府當然可以搞多啲呢啲，除咗搞多啲之外咧，要做多啲宣傳。因為其實咧，即係又講翻少少我自己啦，因為我好中意講我自己嘅。我其實我有好多朋友咧，其實都唔清楚點樣可以去申請呢啲大灣區資助計劃，又或者對內地而家嘅發展，甚至係而家應該去邊一度，內地邊個位置發展啊，都唔清楚點樣做，同埋唔知道邊嘅。咁我希望即係如果政府嚟抌咁多錢啦，唔爭再做下 marketing，嗰啲 marketing 俾我哋啲年青人真係知道我哋即係街我哋啊，因為其實我哋真係唔識嘅。咁其實我譬如係點樣？譬如好簡單我哋好多熟會啦，都有搞啲講座嘅。但係我希望佢哋可以走入學校園，即係唔好淨係教佢哋話中國點好點好，實質俾佢哋睇下而家國家點樣支持我哋。咁樣如果佢哋覺得喂你支持我哋，咁我咁啊培養翻呢個愛國嘅心咯。我覺得係咁樣係會再好啲。即係最主要都係由教育嗰邊開始啦。其實尤其是啲中小學去啲大專院校，即係可能由點解中小學都要做咧？因為都要做嗰個生涯規劃啊嗰方面係。咁其實我自己嘅睇法，因為其實國家嘅發展咧，咁大家都講得好多係大灣區創業嗰方面。咁其實我覺得除咗創業之外，其實就係另外一樣就係就業啦、置業啦同埋學業啦。咁樣另外呢三個嘢點解又唔重要咧？咁我之前同阿海榮都講，即係我哋都年輕人啊嘛，即係都係做一啲電台節目啦，去訪問啦。咁其實學業都好重要，因為其實如果喺香港讀完書之後，我想再去發展讀啲大學啊或者以上，原來係內地讀書嘅配套唔差嘅，同埋我哋係最主要係咪嗰個心態膽粗粗上咗去嘅話，我哋嘅人脈啦，亦都係廣泛咗嘅，咁幫助佢哋自己日後再出嚟創業好、就業又好，都幫助到佢哋。尤其是而家我哋一班年輕人成日話香港其實我哋未必買到樓，咁但係原來有一班人又想去衝上去置業喎，咁佢哋未來嘅如果佢置咗業嘅話，亦都係想喺裏面係發展啊嗰區發展啦，發展完之後咧就會喺嗰度有啲創新科技，又會帶翻落嚟香港去使用。係係咪我哋啱？我哋呢度聽最多係呢方面。所以咧嚟緊啦，我哋雖然咧見到咧，我哋就有好多機遇啦，但係大家點樣去爭取，其實真係最主要係個年青人嗰個踏出嚟嗰個第一步。我哋點樣去扶持？咁希望大家都會去多啲去留意翻我哋而家唔同嘅精英會啊，或者其他會去搞嘅活動啊，我哋係善用翻我哋嘅資源咯。好啦，喺呢度咧節目都去到差唔多啦，最後係啦，係啦，喺呢度咧希望大家亦都俾多啲支持咧，亦都可以將呢段片咧去 share 翻出去，俾大家去繼續去留意翻我哋嘅活動。好，多謝晒各位。好，好，我哋一齊嗌多句5歲青年節快樂，係咪好？咁我嗌好喎，3、2、1就講咯喎。好，3、2、1，5歲青年節快樂。